台湾第一块流行歌的曲盘是伫日本录音制作的，结果热销去到东南亚。早期的民间戏曲、歌戏是台湾流行歌的前身。知名歌星郑丽君、江蕙翻唱过的《雨夜花》，国校音乐课本内底教的《望春风》，这个歌原唱者是啥物人？伊是国际化的大明星。虽讲伊敢若行过短短30年人生，毋过伊留落来的作品，100年后又搁影响台湾人。赶紧来听今仔日的主角纯纯。四季风，月夜秋，望春风，雨夜花，4月望雨，这4条歌传唱要100年来，经过各种的起起落落，却拢毋捌离开台湾人的身躯边，一直受到台湾人的坚心疼痛。但是，恁敢知影？这4条歌拢是日本时代的流行歌，而且拢是1930年代流行歌天后纯纯所原唱的咧。若是纯纯会当一直唱流行歌，今仔日的台湾流行歌坛，佫会是啥物款的呢？纯纯是30年代台湾流行歌天后，同期的女歌手应该无人会反对，因为不管是唱流行歌，也是唱歌戏，纯纯的曲盘销量，拢一直是第一中的第一。迄当时流行歌即种受到美国 Jazz Age 影响的新歌曲，早就已经伫日本唱起来。真济台湾的唱片公司想要甲流行歌销解予台湾人，开展新市场。毋过唱片销量一直拢是无难无难，无啥人捧场。台湾人自古都是听歌戏，伫唱片界卖甲上好的，嘛一直拢是五花十色的歌戏曲盘。无歌戏里的流行歌，台湾人无法度接受。一直到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伫1932年出《桃花乞黑记》，台湾流行歌的时代才正式展开。甲《桃花乞黑记》同名的中国电影当咧宣传。哥伦比亚的碧雅正次郎社长请詹天马作词，佮甲公司17岁歌戏女王刘青香摕来录音。伊的流行歌艺名就号做纯纯。桃花乞黑记就随电影广告伫街仔头大力放送，一招真正有效。无偌久，桃花乞黑记就传遍全台，这是头一摆流行歌曲盘伫台湾着做。台湾流行歌黄金时期正讲起过咯。自桃花乞黑记成功了，纯纯就无伫流行歌坛休困过啊！伊合作的对象嘛真多，除了有唱过郑宇贤、李林秋、甲周天王的歌以外，阁有甲陈君玉、姚振福等等的创作者合作过，甲同期的女歌手嘛有合唱。
爱爱甲炎炎，拢是伊伫哥伦比亚诶同事。伊嘛毋是干那踮哥伦比亚唱片，伫较后期，日东胜利嘛有替顺顺发过曲盘哦。顺顺诶歌声尖阁有力，伊出色诶音乐才能，无人会当暗看。迄当时唱歌系出身，转唱流行歌诶歌手真侪，毋过有才调整家己，适应流行歌诶唱法，阁唱出拄拄啊好，有歌气味诶流行歌。顺顺绝对是第一人。这在地化诶才能，真有可能就是伊唱讨喜去迄记会当迄度诶原因。佮加上窈窕诶外表，甲哥伦比亚公司诶大力推塞，顺顺一直拢是30年代台湾人上喜意诶在地女歌手。本名刘清香诶顺顺，13岁都毋管伊老母诶反对，加入戏班学唱戏。听讲伊唱戏诶时声量足大诶，无麦克嘛会当听甲清清楚楚。无偌久，伊诶天赋就互唱片公司发觉，开始管歌戏曲盘。顺顺多情诶性格表现伫伊诶歌声内，虽然录音3不5时会听到伊破音，毋过伊诶歌迷无要伊，因为因要听诶是歌内面诶感情甲意爱。顺顺演唱诶流行歌，定定是伫表现新时代诶自由恋爱。伊甲丁武贤、李仁秋、周天龙合作，阮节目一开始讲到诶4月梦雨4条歌内面，就有真侪男女相思甲往来诶情景。春天花青芳，双人心头坐叮当。有话想要对你讲，毋知通也毋通。倒一项，敢也有别项。百本册，目睭共，你我乱花自红。陈君玉作词，丁武贤作曲的跳舞时代，搁较先进。歌中女性公开甲男性社交、跳舞，替有缘保守的台湾女性，刻画新时代的文明女的形影，带领潮流。阮是文明女，东西南北自由自，逍遥甲自在。世事如何，阮毋知。阮只知文明时代，社交爱公开，男女双双排做一排，跳拖罗拖我上介爱。顺顺都好亲像受着歌的带领，伫台北后车头附近开新调的咖啡厅，做独立的新女性。伊的名声吸引袂少人客。生理真佳雅，追求者嘛无欠价。传闻陈君玉嘛真欣赏顺顺，毋过顺顺煞一直拢嫌伊无够缘投。这时期，顺顺甲一位帝国大学的学生自由恋爱，毋过都甲桃花去迄期唱的同款，阶级阻碍着因的结合。查甫的爸母看袂起顺顺是歌手，两人就安尼拆散，无过来往啊。恋爱不分阶级性。第一要紧是真情，
啉过出世歹环境，上士桃花也无命。要到朔北非现代，最好自由的世界。得阮老母无理解，虽然有钱倒也害。顺顺性格自由浪漫，伊正式结婚的对象，落尾也是自由恋爱的结果。只毋过，照伊身边的同事所讲，已经的翁婿白石先生是一位逐工干那会晓伸手食饭，无得趁食的查甫人。虽然身躯边的人拢无介意这位先生，顺顺也是专心投入感情，无怨无悔。无大话，结婚才无几年，伊的翁婿煞得到戏路。伫迄个时代，戏路差不多都是绝症啊。无偌久，伊就过身去啊。对翁婿付出遐尼侪感情的顺顺，当然是艰苦坐挂。白石先生断开了，顺顺毋顾家己的健康，坚持要进伊的喙来送别，无人有法度甲伊阻挡。一个后果，就是顺顺嘛为着戏路。1943年，才29岁，一位歌坛天后就荒魂归天啊！人生山像桃花枝，有时开花，有时死。花有春天再开季，人若死去，无活时。顺顺离开了，虽然甲伊无直接的关系，台语流行歌嘛渐渐行到煞歌的地步。顺顺后期已经拄着皇民化运动，爱配合军国主义，唱战争主题的歌曲。到战争后期，因为物资欠缺，所有的唱盘发行量嘛拢减少真侪啊。战后，顺顺已经无伫咧。台湾人迎起中国人的统治，台语歌煞大量互政府查禁，包括《4月万号》这4条顺顺上有名的歌曲，嘛拢正做禁歌。30年代，台湾流行歌起行的过去，变做袂当讲的代志。大部分的歌手甲创作者纷纷改行保命，原唱者甲创作者的名为无人甲提起，演变到无人会记的。顺顺响亮的名号，嘛就安尼，互台湾人放袂记啊。人讲愈在地愈国际，顺顺虽然唱有文明的歌词，有西洋的伴奏包装，毋过歌戏的技巧也是伊伫台湾市场受欢迎的重要元素。定定会想，若是台湾流行歌毋捌受到打压，咱即马21世纪的台湾流行歌会是啥物款的咧？敢会搁较在地，嘛搁较国际？流行歌天后顺顺的故事，这几年渐渐一点一滴搁谱出来，豆豆转来到台湾人的身躯边。望伊自在的歌声，会当带领咱找找到属于咱家己自由的声音。台湾第一个大牌的歌星
纯纯的故事由李占星老师监督，陈松勇写卡本讲故事，郭明华写作台文，嘛读 Instagram 的字卡，郭依婷校对，洪伟霆讲译稿，嘛写钢琴配乐，周建佑是执行长，我是制作人辛武平。后礼拜咱要来讲袂记哩转去厝里的博物学家罗亚中雄的故事。多谢你的收听，咱后礼拜线顶再相会。